啊，小李啊，咪我入啊。好，跟你来哈。啥？你也袂饱，还搁倒落？哦，我老食你才惊着。妖怪！阮小姐足伤心的，怎咧撇出去？小安去家己食，还袂倒转来。人都咧紧张到要死啊！咱敢若看连食嘛袂，你安尼一碗一碗直直推落。谁人讲我袂着急？啊，急的伫心呢，啊，食是食我胃内，这部门无共的。啊，你无规日食我饱，再来烦恼，毋才有力。哎，米来哦！红客官，你的米来啊？哇，趁少。哎呦，你别食好无啦？人真是足伤心的啊！你还讲？哎呦，才好诶！你莫安尼嘿嘿叫好无啦？你安尼急到敢就有法度？都毋是急恁小姐就会走出来讲。阮小姐是足伤心的才走出去啦。我是惊伊某伊若想袂开，伊会去自杀啦。啊，你较早毋是足希望饲培变紧死，你头决心去嫁小芳。但小芳的对迄个大阿英遐尼多情，阮小姐伊都无够看，搁我一定绝望啊！好，小话莫讲遐济啦，要去找嘛，着爱我面我推饱再来。遐妖怪！你唔通受袂开。即马我应该叫你大哥才对。你。
一个好袂好？好听啦。这样好诶，安尼对啦。小姐，你讲好啊，晓？小王诶，你甘愿要娶阮小姐？真正好，你是咧后边讲啥物？我小王即摆是算兄妹啊。啊，兄妹哦！哎呦喂，哪有人迄落情年咧做兄妹啊？哎呦，差不多的呀。安怎？咱两个哪会做兄妹啊？对无？你都有影，名小人名，人叫你凊彩好诶，你有影都凊彩好啊。哪样？这就是三林国。天哪，你无看到阿公？一个国中这么啊大，要去倒位找阿公伊老大人咧？奇怪，如果阿公伊老伫咧遮，你安尼伫咧叫，这山谷中回音这么啊大，阿公伊老大人应该有听到才对啊。是安怎？阿公哪会甲我见面？哪样？敢讲阿公已经？是讲用小王上来一步，助将阿公。阿公，哪样？你唔通哭，来过来去那边坐较详细。哪样？你看。阿公，阿公，因为是大阿英甲几家良心，我是大阿英。我是纪家了，恁是要来找大行清吼？是啦，前辈，阮阿公咧，已经你叫安怎？你叫安怎？已经离开家咯。请问你是？罗府司马段，就是恁阿公的老朋友，要阮阿公即摆伫倒位？唔知影。恁阿公要临走的时候，有来交代我一封的批信，叫我将批信来交互恁。哪样？你的家亲甲少，阿公已经见过。看你这5年外来，电八卦正气动，所发生的事，我拢明白。你已经嫁互纪家了，算来是纪家的人，正气动的事，甲你无关。恁更加袂用该管，是大人两家的恩怨，阿公会出面解决。公事经倒去，转去中义山庄，阿公愿恁夫妻必然和好，大
行千里。阿公，看我，阿公啊！一同心，不由我爱英啊，为你骂你。你为何来不捌见？我永眠在其中是必定，你用伊有因啊，阿公伊是怎类？你着想，所以当初将你啊嫁家娘啊。恁大娘的两家受分重，爱你忠义善终，去拼好用啊！阿公伊的想法是对的，你入了几家门，就会用个免管大家的代志。只是，伊老大人免会知影，咱两个人缘分这5年来，只是空有夫妻之名。阿英，你辜负了阿公一番的苦心。数码前辈，请你甲我讲，阮阿公伫咧所因讲，阮嫁5年来，有啥物人来找，也是发生其他的代志无？数码前辈，请你毋通阁瞒骗我。阮阿公的个性我上界了解，5年来，伊若知影讲我要来找伊，无可能会闪避毋甲我见面。其中一定有啥物原因？数码前辈，我求你，你莫瞒骗我，你甲我讲好。阿英，你的阿公是真可怜，伊想要走，就走袂过。恁阿公已经死血无功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就虎下良言，前辈，你讲这句话，我听无你的意思。因为恁爱山庄是应款的查某仔来找伊。兵，伊是来讨5年前段凤家饲养君所受的体谅，加讲比母。是，杨国真不听，大兄败你啊！这袂难过，听我讲的武功，饲袂灭伊。对，伊就是40多年前轰动武林的第一高手
梁梅大劫于一个传人。大兄自会武功了后，就来写着两封的批信。司马懿，明仔载天一个光，我就要离开这个所在。麻烦你将这两封批信交予杜雅英、凌小凤。因查你的所在，会来找你时，依照青云甲林武所讲的，我已经知影5年外前，我任行私下交予纪家良的迄张批，伊并无摕予凌小凤。我想，伊一定会拍开迄张批来看，就会知影我伫这个所在。那呢？你无要见你的查某孙媳？我无想要加添伊的麻烦。原来凌小凤呢？我想，伊也会找对家啦。凌小凤，过去的一切，都拢应该由我杜永清一个人来承担。我只求你一件事，我的查某孙雅英。已经是纪家的人了，甲杜玲两家的仇恨无关，纪家良更加无关联。希望你莫使因两个人为难。至于你的父亲凌凤斌，甲你的小弟凌小环之死，我杜永清愿意这条老命上帝。镇八关的北山岭，就是你的父亲惨死的所在。1个月后，我会踮遐等待你来取我这粒司法苍白的头，你一定爱来，杜幸清的。阿公，阿公也不讲义父，你可以用凌小凤去咧北山岭顶，分明伊老大人。是有意要去送死，凌小凤，我恨你！了解这阵温暖。小妹，我曾经替你一刀，
今仔日一道已经害你。小红，大家已经有一个人死伫你的手头，你心头的火气，是毋是已经消啊？是啊，公表啊，阿公你真可怜，你作为母公，已经是一个平凡的人。我今仔日就是专工替阿公啦，伊想要死在你的手头，我是来替死的。小哎呀，我甲家良，阮两个老死。我明白，我拢知影。小你甲我抱甲安尼，我要死在你的怀中。哎呀，阿公，大家阿两家的恩怨已经结束噶。家良，我欠你的，难受我才报答你。阿亮，小红，你还阁会记咱细汉的时，斗阵徛要唱歌、放风吹迄个所在无？呀，就是北山岭。你陪我，搁来去看一摆，好无？好甲三更半暝。
好